你有冇諗過到底4800蚊可以做到啲乜嘢呢？可以買到120個連鎖快餐店嘅午餐，買到120杯星記咖啡，喺60場戲加到16個月大概300蚊嘅6G上網電話費，買到9對大概500蚊嘅波鞋，去9次主題公園，或者去2轉日本、3轉台灣、4轉泰國。以上嘅開支我可能唔覺咁就用咗，但我諗過你嘅唔覺就可能會影響到一班基層青少年嘅將來呢。因為一班東涌同大埔及北區嘅基層青少年而家就正缺乏緊你哋嘅4800蚊。呢一班基層青少年佢哋參與緊一個叫做兒童發展基金嘅計劃，佢哋為緊自己嘅夢想同埋目標好努力咁樣做緊呢4800蚊，而能夠成就佢哋嘅就必須加上你可能唔覺咁就用咗嘅4800蚊，仲有政府嘅獎勵3000蚊。咁呢一班基層嘅青少年就會有12600蚊去成就佢哋嘅夢想同埋為佢哋目標啟航啦。你可能會問，得個12600蚊可以做啲乜嘢啊？其實選擇有好多㗎。過往呢，就青少年只攞嚟交大學嘅宿舍費用，買埋部手提電腦，為大學嘅生涯做足準備啊！亦都有青少年試過呢，攞嚟考車牌，提升自己嘅競爭力。亦都有人試過買部相機之後去咗國外做義工服務交流，一邊睇下當地嘅文化，一邊發展自己嘅興趣。仲有啲呢，會報讀專業嘅課程，好似手機維修啊，同埋寵物美容咁樣，有助發展佢哋嘅生涯規劃。亦都有唔少嘅年輕人呢，選擇發展佢哋興趣，例如學習外語啊、英文啊、日文啊、韓文咁樣，或者學習同埋購買佢哋中意嘅樂器同埋運動用品咁樣。仲有青少年呢，試過呢就去咗國外代表香港比賽，攞呢筆錢嚟做旅費添㗎。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唔覺用咗4800，其實可以有好大影響力呢？如果你想幫助呢班基層嘅青少年更加接近佢哋嘅夢想，或者對呢個計劃了解更加多嘅資訊，可以去我哋嘅籌款網站，或者喺 Facebook 搜尋鄰舍輔導會。希望咁多位善長人翁可以慷慨解囊，多多支持。